香港政府總部風水大敗，因為我見到香港近年事故不斷，徹夜難眠。我想，可能香港政府總部風水有問題，上網搜尋資料。今天我去香港政府總部看風水，找出原因，用手機羅庚，去到入口，保安員見我裝下，問我做什麼，我說入去參觀下，對方馬上拒絕，我只有落去地下香港總部走一圈。香港總部八運座未向丑，本來旺丁旺財，可惜設計造成風水大敗筆。古代風水師先看巒頭，後看理氣。古云：巒頭無假，理氣無真。理氣吉，無巒頭不發；理氣凶，無巒頭不敗。香港政府總部前有尖刀插，後有剪刀剪。喇叭明堂傾瀉不收，不聚財。中間空心無物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左右叉開手一去無收。沒有殺手懷抱有情，所以殺手不管，官員無情。空心無物，吞托卸膊，不負責任。虎強龍弱，虎高龍低，或弱虎強利女首長。然而風水亂局，氣場混亂，再好也失敗。俗云：寧讓青龍高萬丈，不讓白虎高一拳。青龍乃是吉祥之氣，白虎乃是凶煞之氣。青龍強，賢人當道，民風和順，四方歸服，奴僕自來歸服，客人服從。白虎強，有血光之災，客人不服退貨，伙伴不合作，奴僕反叛，惡人當道，民風背叛，奴欺主。虎強，行政失勢，被立法的部門壓制，行政無用武之地，部下口是心非，沾火殺主火災，剪刀殺主劫殺。交通、船、車禍、金融危機，破財損丁，不聚財，冇錢剩。香港本來是風水寶地，三元不敗，然而被前層特首所謂什麼新的設計概念，以門常開為核心理念，象徵政府開明、開放及與市民緊密聯繫。四大主題，除門常開外，還包括地常綠、大量綠化空間、天復藍及文永系等等妖言，完全與風水格局相反。而美國國府天圓地方，中國天安門四平八穩不參考，硬是將一塊好地皮起了四棟大廈，四分五裂，支離破碎，三尖八角，完成是風水煞，前有尖刀煞，後有剪刀煞，造成香港災難連連。入伙以後，就4年或6年就有一場災難發生，毫不間斷。今年是宏福苑世紀大火災，死傷無數，不出幾年，災難陸續有來。如果香港政府不改建政府總部，恐怕香港災難不絕，損丁破財。不由你不信，以前在入伙不久，在2012年沉船災難事件、2014佔中事件、2016年魚蛋革命、2019年反送中事件、2025年今年大火災事件，未來災難事件很快又到。